当然，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哎，行，咱啊，说说缺点，说点干货，这好的坏的都说说呀。是，缺点就是那这样啊，我跟你说几点。你刚才说的那优点呢，我认同。你的能力，我是指你的业务能力啊，我是看得见的。当班长就这一双眼，我又是你的新兵班长，所以啊，咱们是知根知底儿。所以这事儿，所以班长，我真心实意的向您请教，您务必指出我的缺点，我好改正。改正啊。行，当班长吧，主要就是老班长推荐，咱们连里选拔，班里民主。但是有一点特别重要的事儿，就是群众基础。你要是没有群众基础，你的业务能力再强，那也是没办法认命的。群众基础啊？对啊，班长，我群众基础还可以。还可以啊。那这样，就说咱们连，别，也别说咱们连了，你就说咱们旅吧。在咱们旅里，你给我说出3个来啊，3个你觉着最好的朋友啊，3个，你觉得是谁？欧阳俊，2年了，你这一个朋友都说不出来啊？你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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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哟，你谁呀？叔叔来了，叔叔好。叔叔，这不是你爸吗？你要是再玩游戏，眼睛就瞎了啊！哎呦，眼花了。哎，不是，谁呀？你是？大家好，我叫欧阳俊，计算机专业的，报道完了。没去军训啊？我去，这行啊，没去军训。你好，我叫夏卓。哎，我叫林安邦啊，这是夏卓，这是一子梦啊。Welcome to 406。这位主席啊，夏卓，你为什么没投啊？夏卓。你把大伙的脸都丢尽了，这马屁拍的？哎呀，不是，
物以类聚。哎，欧阳俊，这明显是大伙闹着玩的，你干嘛呢？我不干嘛，泡脚啊。行，你先泡脚，一会儿记得刷牙哈，保持口气清新，少挤兑挤兑的。嘿，对你记得刷牙，哎，你要是没有牙膏啊，我这里有芥末啊，免费免费。有病吧？你说什么呢？好歹咱们也是同学一场。咱们之前是同学，现在已经不是了。欧阳俊，咱们来到部队了，就不要给学校丢人。老是窝里横窝里斗，有意思吗？行，我懒得理你。其实，你这帮同学对你挺好的，可你为什么总是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呢？已经是老兵了，生死都经历过了，怎么就捂不热你这颗心呢？为什么不能当朋友？为什么不能当兄弟呢？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我和他们呀，在学校叫同学，在部队叫战友。我们不是朋友，更不可能是兄弟。越到重要的关头，兄弟就更重要。一个人，他只想着自己的胜利，而不顾别人的生死。就算他赢了比赛，他也只是一个孤零零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英雄。没有朋友，没有兄弟，拿了第一又怎么样？这事儿啊，以后咱别聊了。你有你的想法，我也有我的想法。我认为这是比赛，没有什么轻不轻易的。我们站在一个这么近的路上，胜券在握，有绝对的优势。只要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就一定能拿第一。你去拿你的第一吧。你要不这么想，你就不是欧阳俊了。欧阳俊，2年了，你这一个朋友都说不出来啊？我这个媳妇儿啊，哎呀，又是那媳妇儿，这都一晚上了。不是，我不说，你们非让我说，我这说了，你们又不爱听，我太难了呀！我这眼睛，我真是越来越不好了。以前蚊子飞我就能分出公母来，现在你们坐我对面，都虚的都是。啊？好了，该退就退。这没到年限吗？不是，老好几年退。你说别看平时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，老不正经的，看着他挺烦的。这说要退了，
还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呢。我觉着吧，你还是应该多想想你跟你媳妇跳广场舞那兄弟吧。不用提起这个，有点正经的。那你退吧，你再见，你赶紧走吧。哎呀，啥都别说了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我这都干了一辈子了，我现在就不能听见退休这俩字儿。行了，别在那故作姿态了。难啥事儿，想开点儿，我就愿意退休。你啊，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啊？我跟你们一样吗？我有女儿，我有儿子，我老年得子。是，你那叫赶时髦，生二胎。你那叫响应国家号。哎，疯子这话说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响应国家号多，我当兵了，我一奉献，我奉献了小30年。到老了，我陪陪老婆孩子，怎么了？想开点儿。你说我退伍了能找什么工作呀？就咱这几个有一个算一个啊，除了老王好找点工作。给人家开车去，我是拉不下这脸。老郎，驾校教练这事儿我给你选好了。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你还给人找工作了？就你工作最难找，到了地方上，谁给你导弹让你去检测呀？你工作好找，那不是头些年我让你多学几个专业，就你猴疫苗，你回地方你瞄什么呀？打疫苗。哎，都别争，都别抢，这点你们还都不如我。我一到地方肯定是高级小区的物业主管，还管风水电？对啊，物业不光管风水电啊，人带环儿，狗带牌儿，全归你管。你说这计划生育和养狗，那归居委会，那是连长和指导员的事儿。这有连长什么事儿啊？还说起连长啊，哎，咱这天儿是不是聊的有点跑偏了？偏了。咱们开头聊什么来着？说是郎嫂跟广场舞大爷的事儿，好像。连长、指导员让咱们几个开会碰一碰各班班长的推荐人选。哎，行，我媳妇儿别激动，说说吧，说正事儿。我先说啊，关于一班长候选人呢，我推荐夏卓。你死乞白赖把欧阳俊从我那儿抢走了，你现在选夏卓？哎呀，等我说完呐。现在一班啊，实力强，这个班长首先呢，脑子快，是吧？业务硬，人缘好。像欧阳俊嘛，业务硬，脑子快，人缘差点。随你啊，别打岔。你要说副班长人选，那我推荐欧阳俊，是吧？哎呀，可以啊！我说，峰啊，平常五马张飞的，这心眼细着呢啊！这啥意思啊？让两个尖子互相制约，互相平衡，搞什么？这儿蔫坏，哎呀，看得明。你这样，因为我坏了。不，咱俩一个战线的，我同意，我也选夏卓。原因呢就不多说了，疯子讲得很好。我重点提一点，夏卓曾经获过2等功，这说明什么？以后就有可能会提干，所以我们重点培养。我不同意啊！夏卓确实是个好苗子，可是，你没听连长讲话了啊？人家夏卓压根儿就没打算在部队长期干。老，这我打断一下啊。夏卓前2天表彰会上亲口说的，原话是这样的：我夏卓知道我自己的路怎么走，这不就表面要留下来吗？哎，那也要看是怎么留啊！甭管怎么留，只要留下来，我们就得重点培养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总之我不同意。行，你不同意，你选欧阳俊，没人拦着你。一个班，就那俩人啊？啥意思啊？他想选林安邦，脑子活，没他。嘿，知我者
狼爷，你早说不就完了吗？这费这劲。下注2票，联盟1票。老狼，就看你了。其实这个欧阳俊各方面能力，做班长，我觉得可以。是，但是呢，你们都选夏卓，你选欧阳俊，我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了。那就夏卓呗。这个班长啊，能力业务非常重要，但是关键得服众，还得有人缘，所以还是夏卓。站住！口令。班长，我是一班的欧阳俊。口令。班长，口令我忘了。忘了？几点了还出来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别，班长，我真的忘了，我下次一定记得，行吗？你去跟指导员解释吧，他值班。是。挺有钱啊，送谁的？哪儿买的总能说了吧？小货郎、崔小雪那儿，我看他们都买，所以我小货郎在营区里送酒？不，是我让他帮我买的。欧阳俊，你也算老兵了，营区里不允许有酒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你还这样？我再问你一遍，送谁的？郎班长，送礼。为什么？不是送礼，他已经受伤了，刚恢复。刚恢复你送酒？欧阳俊，这大晚上的，你是不是不准备说实话了？行，我陪你耗，耗到你说实话为止。指导员，我是送礼。选班长的事吧？是。那你送啊？怎么又拎回来了？人家不收拾吧？指导员，你就别问了。我知道我违反了禁酒令，不该把酒拿到营区里。这事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，跟郎班长没关系。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都怪我人缘太差了，是我不好。来，把头抬起来说话。抬起来。欧阳俊，欧阳俊，你知道你的组织问题，为什么申请了2次都没通过吗？知道。为什么？没人理解我。指导员，我不是一个坏人，可是没有人理解我。我理解你，我知道你不是个坏人。有些话呀，我一直想对你说。有时候第1名真的没那么重要，当不当班长也没那么重要。人和人之间是以心换心，根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。来，你过来。
你看天上的星星，每一颗都那么闪耀。可你看哪颗星星掩盖了其他星星的光芒了吗？没有吧？连月亮都做不到。做男人，把心打开，要像星星一样互相照耀。听懂了吗？东西留下，协助检查。第1包，第2包，第3包，来，小心4个，还有，小心，啊，慢点，你的6弦琴，小心，没事，我来，行，小心，小心啊，好，行了，哦，就这些，对，齐了，俏霞，啊，行啊，你以后肯定是一个干大事的人。真的呀，简言吉言啊。对了，那个一冰姐你是认识的哈？啊，哦，你帮我带个东西给她啊。行。来，你跟她说啊，这次面膜一定是真的，如果再是假的，就让她把我给吃了。啊，辛苦了。行，不客气。还有，哦，对，那钱给汇了。俏霞啊，靠谱啊。那你看也不看我是谁是吧？没了。没了。哦，有，对，那梁诺的信，谢谢。好好看啊。小周，啊，未经正规渠道和 X 光检验，主任进来了。还敷面膜呢，挺会保养。这也没见你谈过呀。我错了。买这么多干嘛呀？开店呀？自己用，也给朋友分点。说，第几次了？第1次。这是第1次。是。行，念你是初犯，东西留下，回去吧。啊？啊什么啊？这都是私人物品。这是公家地盘，保卫条例还用我说吗？是。哎，不是，干嘛去啊？这怎么了？这就我啊，去哪儿啊？啊，我还要卖东西呢。你们不能光看见我卖货，是不是？你们得看见我也抓间谍了呀，对不对？那我抓着间谍，你们也得给我加奖，我就卖点货，我要挣点钱是吧？我这多不容易啊！啊，这有啥呀？我这不就卖点东西吗？是吧？你们就给我点嘉奖吗？是不是？请您配合我们工作。配合。那车给我看好了。哎，我这车很贵啊，你们可别给我弄丢了啊。您放心。哦，干嘛呢？
夏卓，那天在一清小学的匆匆一面，久久难忘。看到你戎装的样子，由衷的为你感到骄傲和幸福。那一刻，我有太多的话想和你说，但又激动的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我知道，那一面有多么的艰难，有多么的珍贵，因为我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各自忙碌，无数次的擦肩而过。我已经习惯了安安静静的去感受你的爱，我也会习惯性的时不时去看电话，总是错误的感觉电话在响，会去翻看通讯录，手指在你的名字那里停下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爱情缩影吧，彼此惦念，却难相见。去年你的生日，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今年不可以这样了。因为这是我们高中时候就有的约定，更是我们之间的默契。夏卓，今天是你22岁的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愿你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，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吧。我祝福你，也远远地看着你，目光穿过大山，穿过森林，穿过大海，你就在那里，一刻也没有离开过。期待着我们都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彼此轨迹的焦点到来。同志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2次了，这是爱心捐款，是匿名的，我们真的查询不到捐款人的姓名。如果能的话，肯定早就告诉你了。不是，你说这我不要不行吗？可以，只要您不领取的话，过了规定时间，它就会自动退回。但是这么多钱，您为什么不要呢？这我就没法跟你解释了，这是我们学校的事儿，怎么跟你说？那您看清楚了，受捐人写的是一清小学全体师生，您可以不要，但是您不能剥夺了孩子们接受爱心的权利吧？是。哎，你可不能。同志说的对，受捐人是全体师生，我们都等着这笔钱呢。哎，来，小梁老师，我是不是咱们学校的校长？你能不能尊重一点我的决定啊？是，您是校长，但人家也说了，这笔钱受捐人是全体师生，你有考虑过孩子们的想法吗？考虑孩子们的想法啊？那么点小孩他能有什么想法呀？赵老师，您别生气，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这笔钱，而且我们应该用这笔钱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。能让我们一清小学接纳更多的学生，让孩子们可以跟世界上接上轨，将来孩子们还可以走出大山，改变人生。这不是嗟来之食，也不是不劳而获，是爱心。对，爱心，我全懂，爱心，好吧？小梁老师，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啊，对咱们学校做出的贡献。我知道我这也没什么水平啊，学校也穷，我不知道拿什么来报答你。我只能在你支教报告上，我实事求是地写上，我说小梁老师支教工作上非常优秀。您的意思是我被辞退了吗？哎呀，小梁老师啊，你是公派来的支教，我没有那个权利，我只能是劝退。小梁老师，这笔钱，你就是说出天花来，我都不能要，就一个理由，它来路不明。这笔钱是我捐的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骗了家里人整整2年，他们一直以为我在国外做交换生呢。我也想尽了办法不让他们去看我，甚至连朋友圈都不敢发，一直装自己在好好学习的样子。
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一心小学也有我的心血，我能为他做的太少了，所以我想把这2年的学费留在这里，为孩子们做点什么。留学嘛，永远都不晚，但孩子们的时光一去不复返。那你这事儿将来跟你父母你怎么解释啊？该解释的时候自然会解释的。我也会告诉他们，我在这2年学到的是留学学不来的。他教会了我苦难，教会了我珍惜，教会了我如何去珍惜青春的时光。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最应该做的事情吗？哎呀，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。其实这2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2年。我相信我的家人也会理解我的。就算有一天我去留学了，我也会回到中国。就算我去读书了，我也可以考取奖学金。哎，这想法不错。来了，2碗米粉，2个鸡蛋。老板，我们没点呢。送的。送的？什么意思？这卖不出去，没人。这破地方终于要拆了。要拆了？还不知道呢。本来新城区建好了，一直说镇上人都迁过去，可是很多人不愿意迁。这破地方虽然破，但是住的人呐有感情了。对，不搬也得搬了。哎，那要是搬了老城区怎么办啊？还不知道呢。可不是。你们先吃，你们先吃啊。多谢老板啊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根据统一的规划，原来的老镇，包括卧牛村、火花村，还有仁永村等等14个自然行政村落，将全部搬迁至新的规划区，组建新的乡镇。穿过了这条高速公路怎么解决呢？高速公路从西路这个出口，还有左峰沙出口将全部封闭，所有经过的车辆将引流至绕城公路，也就是说，从7A 和7B 出口出来之后，经过22公里的山体公路延长线，最后进入高速公路。这样一来，以270旅为中心的整个这一片地带，都将变为军事管理区。上级的意图就是以270旅为依托，在周围将近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变成新型的合成作战演训场。我们270旅也将被打造成新型作战旅的样板。扩建以后，咱们这儿将会被打造成一个导弹旅建设的样板间。这个小小的世界将会成为火箭军各个部队的练兵场。我们将继续优化兵员配置，更新武器装备，研究全新战法，提高全域作战以及快反能力。很快，我们将会迎来一批全新的武器装备。我们将一改先定型再练兵的传统训法，改为边试验边训练边形成战斗力，和厂家一道为全新的武器装备定型贡献聪明才智。旅里先小规模的局部列装，培养种子选手和发射示范家，在游泳中学游泳，这也是对新的武器装备最好的检验，更是提高新的武器装备在实战化能力上的新举措。同志们，人和装备之间的问题，永远是我们火箭军最重要的问题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咱们打的可是导弹，咱们手里握的可是国家的王牌和底牌啊！铲除和平疾病，加强实战练兵，这就是我们扎根在这大山里的意义。
报告，进。指导员好。推检查呀。是。很坦诚，也很彻底，说了和战友的关系，也说了自己的不足，既承认了因为实弹发射而急功近利，也承认了为了当班长而送礼的事情。指导员，谢谢你。那天晚上我们谈的话，我想了很久，很受用。受用就好。还写了大学的事儿呢。对，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，能说的能写的我都说了，都写了。你给了夏卓5000块钱？是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既然要改变自己，做一次深刻的检查，那我就认认真真的梳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其实，在给夏卓5000块钱之前，连长找我谈过一次，他希望我能够认清自己，知道什么叫战友。而且当时他也告诉我夏卓当时的情况有多糟糕，他希望我能跟他交流，能去帮助他。然后你就送钱。指导员，当时的争议无非就是我打了实弹，而他没有，他却受到了大家的质疑。而我的奖励就是军功章和5000块钱。军功章我不可能给他，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。我唯一能跟他分享的就是那5000块钱。除此之外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交流了。连长是这个意思吗？你告诉我，连长怎么跟你说的？连长说，我有100种方式跟他交流，让我去主动找他。然后什么呀？这100种方式里边，有送钱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很可能很复杂。行了，先回去吧。指导员，对不起，我也许是我理解错了。指导员，一切后果我来承担。回去吧。是。报告，连长，您找我。看，什么？发射车。什么发射车？导弹发射车。说具体点。东风185G 导弹发射车。站标还要背吗？你说。这车厉害吗？厉害，目前来说应该是最先进的了。那要想让这车更厉害，咱们是换车呢，还是换弹呢？换车还是换弹？连长，你把我整糊涂了。你觉得换人会更厉害吗？连长，我没犯什么错吧？怎么又换人？不用担心，你呢刚立完功受完奖，在咱们连，就是把我这个连长换了，都换不了你。连长，我是买了一些东西，可那是我们去青岛之前我答应了易子梦和林安邦的，特别是易子梦那把吉他，我上大学。行了，你买了多少东西，我管不着。我问你，知道老兵退伍的事吗？我懂了，连长，你还是想问我去留的问题吧？我在大会上说过了，我要努力提干，彻底留下来。留下来以后呢？以后，哎，看这车啊，再先进，也有更新换代的时候。有的时候啊，人跟装备匹配很重要。
但有的时候，人跟人匹配更重要，懂吗？懂。调令调例学过吧？学过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收了欧阳俊的钱了？是。你差那5000块钱吗？你有几百万。你给我个理由，哪怕你告诉我你给大家伙买东西了。没有理由，我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收。应该收是吧？啊？可能他觉得自己过意不去了。一个敢送，一个敢收，真行啊！你们在这把荣誉当白菜呢？一提到未来呀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，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。顽劣小孩，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，归属于我的灵魂。我双手的长剑，筑起坚固的家墩。午夜时分，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，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